先来继续来讲这个电子游戏机，就是俗称的电玩。台北国际电玩展今仔日伫南港展览馆的一馆正式来展开。早起9点，展览会开始进前，这个展览场的外口来成百的民众透雨、透寒、透暝来排队，就是为着要来领手机游戏的赠品。这个展览场内底，日本的电玩的大厂带来着上百台的机台，甲几10款的游戏要互体验。主办单位预估4天的展览期，将会吸引超过35万的民众来进场。2024台北国际电动展览，今仔日伫南港展览馆登场。透早9点一开门，真侪民众就随冲入去，为着思思念念的电动游戏，是牺牲困眠的时间，透暝扫来排队。半夜12点，试试看逛完去抢完槟榔西的福袋以后，看能不能回来的时候还有没有名额。出名的电动游戏将游戏的场景直接搬来会场，更加找 show girl 来扮演游戏的角色。这边的电动展览吸引到377间电动业者做伙参与，总共有300多种游戏。主办方按算4天的展期，会当吸引到超过35万人。早上5点半起床，5点半起床，对，那过来大概6点多，差不多200多个人。对，有一个那个风头的公仔，上台的互动比较多吧。鸟是有额外的奖励。手机游戏迎接11周年，除了举办大型的活动，限量的赠品更加是吸引到上百的民众。这边日本的电动大厂也回归台北的电动展览，提供上百台游戏机台给民众体验。有不少学生是趁寒假第1礼拜就冲来耍。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可以让更多的玩家去玩到就是任天堂的游戏。带了100多台，我觉得也蛮够的，应该够很多人可以一起玩这样。不少是在游戏造型的周边，或者是和游戏的角色翕相。因为等着寒假，电动展览也以观者做大人甲囡仔做伙来耍的热点之一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